新聞一開始先看傳習會結束，川普一句無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獨立，是引起風波。這總統賴清德昨日咧面冊鋪文嘛，特別強調講，捍衛中華民國憲章，並無台獨的問題。傳習會正式結束，各界關注台美中三邊的關係要安怎去變化。美國總統川普雖然表示對台灣政策無改變，也毋過經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分析，習近平這擺有成功攻入人的心，已經讓美國咧考慮台灣議題時，就要謹慎，代表對台灣是不利的狀態。川普他要的東西呢，都是要能夠盡快兌現，然後很快可以跟美國老百姓推銷，甚至影響11月的期中選舉，所以都是很短線的。但是大陸呢，並不，他沒有，習近平完全沒有這個壓力。川普結束北京的行程了後，針對第二批140億美金對台軍售案，伊也坦白講，這是甲中國真好的談判口子啊，甚至希望兩岸會當維持現狀，無希望有人走向獨立。佮較提醒台灣唔通抓準一個行動引起戰爭，美國就會無條件來提供軍事支持。前 AIT 處長司徒文認為，川普的做法已經偏離美國傳統的政策立場。His habit of trying to get something when he gives something. We know that Xi Jinping used the opportunity to present the most dire consequences if,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for Taiwan, if he didn't get what he wants. 所謂台獨這兩個字的意涵，其實是在指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是在指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兼做民進黨黨主席的總統賴清德，透過創黨40週年系列活動，除了解說台獨的意思，17暗時也在社群提出5點的聲明，強調台灣袂調工起無空，台灣將來攏是兩岸現狀的堅定守護者，毋是改變現狀的迄個。而且指出中國佇台海甲周圍的海域繼續擴大軍事行動，這是區域無穩定甲改變現狀的根源。同時也表明中華民國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甲中華人民共和國互相無隸屬，捍衛中華民國的憲章，無台獨的問題。第四，美國繼續對台灣軍售，而且深化台美安全合作，是維護區域和平穩定的關鍵。落尾，賴總統也表示，台灣關係到全球核心利益，台海和平穩定絕對袂互人犧牲，也是摕來交易。即馬傳習會結束，中國佇短短休2天了後，閣再開放對台灣普屬地帶的侵擾。國防部公布，對16日早起6點至17，測到中國軍機5架次。軍艦7隻，也閣有公務船1隻，其中4架次也閣超過海峽中線。咱國軍除了被插港控甲應對以外，也印證北京才是互台海情勢愈來愈緊張的根本來源。記者綜合報道。